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1，箴言13章15到16節安尼講：善良的聰明，互人得到穩定；奸詐的人的路是坎坷。通達的人，攏用智慧行代志；獨獨戇人，保養戇事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行做良善，通達智慧來行代志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用智慧創造天，天頂的天，甲天頂的萬象，閣創造地，甲地上的萬物。海甲海中所有的，主啊！你賞賜活命予萬物，閣將活氣分予世間人。主啊！你予世上一切攏照你的旨意來運行，也予阮領受穩定佇其中。主啊！敬畏你是智慧的根本，也要閣較明白你來有聰明。因為善良的聰明，予人得到穩定；奸詐的人的路是坎坷。通達的人，攏用智慧行代志；獨獨戇人，保養戇事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